南涌協天宮在關帝誕前一天舉行重修落成典禮，我們也趕來湊熱鬧。喂 ，check check 1、2、3，1、2、3。因為我揾到可以買嘅。係啊，女啊，一路咁打落去。好咯，見啦。阿爸媽，佢阿爸媽唔想見佢啦，你大佬。
一齊啊！
揸架車嘅。好啊！你哋得你又點啊？佢話佢自己另外揸架車咯。
參與今日農曆5月12日香港南涌協天宮關帝廟落成開幕典禮。我哋嘅典禮現在開始，我係今日嘅司儀梁大堯。大家好，我係今日嘅司儀 Winnie。今日咧天氣咧可謂天公造美，正好就係協天宮復修完成、重剛開幕嘅大好日子，我哋係好感恩嘅。今朝喺早上吉時，我哋大會邀請到順豐仙冠傳道師傅賴志雄率領一眾嘅經生，正喺神壇進行入座同埋開光嘅法事。現在我都想同大家視訊講聲，稍後我哋會等復修重光典禮完成之後呢，我哋會俾各位進入呢個廟宇入邊自由上香同埋祈願嘅，大家放心。大堯啊，我知道你今次咧係第一日嚟到南涌協天宮關帝廟嘅喎，究竟你知唔知道呢個關帝廟？係啊，我都做足咗功課嘅。南涌協天宮關帝廟始建於清朝康熙8年，佢係一座客家人信仰嘅關帝廟。隨住鄭氏族人南遷嚟到南涌開村定居，關帝嘅信仰文化亦都帶到嚟呢一度，亦都成為鄭氏族人喺新定居地嘅一個守護神。而南涌協天宮後來亦都逐漸成為南涌5姓客家村嘅社區中心，擔任一啲仲裁、議事同埋社會協商嘅功能，同時亦都處理鄉村個人或者村際爭執嘅公義場所。南涌協天宮關帝廟嘅祭祀活動，亦都係團結南涌6境9條客家村重要嘅媒體，而其中可以話最重要嘅就係南綠社10年一屆嘅太平清醮，主要就係聯絡海外華人重要嘅活動。你果然真係有做足功課喎。我亦都想問翻你啦，點解協天宮會喺今日復修重光寺廟有一個咁有意義嘅籌劃呢？嗱，根據我好努力咁做過一啲資料搜集咧，咁協天宮關帝廟嘅起源啦、發動啦、籌建嘅資料咧，我都有搜集到嘅噃。嗱，香港沙頭角南涌協天宮關帝廟咧係起於清朝嘅，但係咧連風雨嘅侵蝕啦、安全嘅隱患令到人哋都好擔心喎。所以寺廟咧承載住關帝聖君嘅忠義精神，信眾咧表達敬仰同埋教化人心嘅重要場所，所以咧修繕咧係迫在呢個眉睫嘅。喺戊戌年，即係2018年啦，好彩咧就遇上非常之慈愛善心嘅董榮光先生，佢帶領住弘揚關帝慈善基金各個會長聯合鄉里賢達，籌咗資金咧就會善修呢一個別寺廟啦。弘揚忠義精神咧，經過8年嘅努力，即係喺今年乙巳年2025年咧初夏就竣工啦。如今咧寺廟大家都見到咧煥然一新，殿堂金碧輝煌，梁柱堅固穩妥，神像莊嚴慈祥，香火鼎盛，萬象千萬。呢個善修工程咧，全憑嘅工匠嘅精心雕琢以及合力壯舉嘅。呢個不單止係，更係對忠義精神嘅弘揚，祈求萬民安康，願後人傳承關帝聖德，弘揚忠義，庇護公理，造福百姓。哇 ，Winnie， 你講得好清楚啊！相信咧各位來賓善信，大家咧能夠了解到協天宮嘅起源、發動、籌建，直至到今日嘅壯舉事蹟，呢啲都係有賴董明光為復修重光協天宮
所付出嘅，確實係一個功德無量、功德圓滿。我哋俾啲掌聲好嘛？好啦，揭幕典禮咧，而家就正式開始啦。咁而家到啦，現在都請今日嘅主禮嘉賓到我哋位置準備為呢個協天宮關帝廟修繕光復嘅揭幕式嘅。我哋主禮嘉賓包括新界鄉議局副主席林偉強先生，有請。弘揚關帝慈善基金會創會會長董明光先生。香港道教聯合會副主席李秀文女士。全國政協委員劉炳章先生。中聯辦代表任培先生。沙頭角南涌村長鄭生。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林志偉先生。東華三院行政總監蘇佑安先生。香港山西總會會長吳騰先生。元朗18鄉村民協會主席梁福元先生。弘揚關帝慈善基金會副會長姚全浩先生。弘揚關帝慈善基金會創會副會長楊福雄先生。弘揚關帝慈善基金會副會長盧偉強先生。嗱，嚟緊咧，我哋咧就會有一個揭碑嘅儀式。我哋咧係會揾到林偉強先生同埋董明光先生咧，係同我哋一齊去拉呢個牌匾嘅紅布嘅。嗱，跟住我會數3、2、1嘅，麻煩在場嘅人一齊同我哋講3、2、1之後咧，我哋就會有呢個拉動嘅典禮啦。咁好啦，在場嘅攝影師咧都準備我哋啦。好，嗱，聽住大家一齊講啦喎，3、2、1。好啦，我哋紅布就拉咗啦，我哋而家有請順豐師傅賴志雄師傅上去為牌匾進行開光。非常之重要嘅時刻，我哋有賴師傅為牌匾進行開光。神廟照光輝，邪師一切盡此歸。我今日不忠點下關帝廟，香火永存千古。放豪光，大吉大利，大吉大昌。恭喜恭喜！請賴師傅先行復位。指揮，我今日不忠
點馬關帝廟，大槍。準備3、2、1。恭喜恭喜！正式宣布香港南涌葉天宮關帝廟今日乙巳年5月12日正式收線完成，重光大典。因為咧字表入邊咧，我哋地方有限，請各位主席嘉賓先入去嘅啫。唔好入去，我哋請主祭嘉賓一齊向關聖帝君進行3拜，一拜，再拜，3拜。
我邊啦？如果攞唔晒，唔好開晒佢，唔嘥佢。唔係阿德哥。